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德国仁波切的弟子。那今天是我们这一期是我们第2次分享仁波切的这一本书《慈悲战胜一切》。那这本书主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慈悲的教诲，它的整本书呢，就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整本书主要分成3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讲的是怎么说呢？是设立我们的动机。关于介绍关于世间8法。那第二个部分呢，讲的是慈悲，那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呢，是根据修心八颂。那修心八颂是谁写的？修心八颂是格西朗热唐巴写的。那是关于一个就是他已经浓缩了整个佛教里佛陀所说的关于慈悲心的一个核要。那再把它浓缩成一个具体可行的一种方式，那只要我们去贯彻它去实修的话，我们必然就能够就是怎么说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关于慈悲。那说整本书就分成第三个部分就关于智慧。那整本书大概就分成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刚刚开始才在属于这个 introduction， 就是这个引言的一个部分。那引言的部分呢，仁波切其实仁波切在讲法之前，因为他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听法的群众吧，大部分并不是像寺院僧人或者受过正统佛教教育的，很多人对于佛法呢，其实都停留在非常表面的认识。所以仁波切总是语重心长的去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要讲法，为什么要听法。那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用一些我们能够去联系的一种方式来让我们更能明白。那因为其实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要让就是一个人要得到这个宝贵人生是很难的，那得了这个宝贵人生，他有机会去听法，那更加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些慈悲的上师，他们总会随时做好准备，要抓紧每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听到佛法的时候立刻就有一些感受，那可能从这里呢就想要改变。那最好的当然就是你因为有了感受，得到了启发，能够愿意进一步再继续去实修佛法，那当然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慈悲上师总是用尽方法，让佛法变得更联系实际，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那所以仁波切在这一本书的刚开始，他在给这个教诲的刚开始呢，他就首先跟我们介绍为什么要讲佛法，那佛法是什么东西，那是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内容。那接下去呢，就讲了佛法这整体的一个介绍了佛法呢，他就开始把这个怎么说呢，焦点就专注在这个我们接下去所要分享的内容上，就是说这个教诲呢，讲的是修心八颂。这些都跟大家介绍过的。那来到这一次呢，这一次可能这30分钟吧，我的分享都是30分钟。在这30分钟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新的内容，这个叫 receptivity。但是 receptivity 讲的是一种接受度，那在这里讲的呢，就是听法，怎么去听法。那我会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会逐渐对，可能是好几段英文，然后再用中文跟大家介绍和解释。It is the traditions of all Dharma talks, before the Dharma talk starts, that the teacher and the one being taught should have a superior motivation. The one that is teaching should have received the transmissions of the teachings and the lineage, should have studied thoroughly what has been taught and practiced it. I do not fit that qualification, but I will act like I do, so you play along with the act. We should have the transmission, and we should be practicing it. And the motivation for teaching is to give you knowledge and the methods to become a fully enlightened being. This is from the side of the teacher. 那首先呢，那我们在讲佛法，有讲说法和听法嘛。那首先整个佛法的开示，它就最少就是它就涉及了两个方向，两个对象。那第一个是说法的人，那另外一个是听法的人。
那听法要有什么动机，说法要有什么动机，其实这些都是根据仁波切以一种很深入浅出的方式去解释，去带出菩提道次第的内容。那如果大家有上过菩提道次第的话，或者是掌中解脱就是分享的话呢，或者上过这些课的话呢，大家就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解释了，从佛法讲宝贵人生，那就开始介绍了听法。听法的动机和说法的动机，上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弟子该具备什么条件。所以仁波切只是用一种我们非常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所能明白的方式来让大家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佛法的分享。那说在传统上呢，所有的佛法开始之前呢，那老师是上师跟弟子呢，他们都双方面都必须有很好的动机，很好的发心。那其实因为没有，就像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的话，那我们就很难达到那个目的。就好像你骑车，你开车，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那你可能就漫无目的的就一直在兜圈子。那如果我们知道在那里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找到最快的方法，我们可以很专注的，我们可以计划自己的整个行程。那学佛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老师和弟子同样的都必须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弟子可能最初不知道，但是上师就会逐渐的去引导弟子去发现属于自己的路。其实在说穿了佛法，其实所有的上师包括佛本身，他其实他主要呢，他就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就去发掘自己内在潜在的我们想要达至的，那也去发掘我们潜在的能力。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发掘出自己内心的佛性。那其实每一个人，佛教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成佛，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佛，每一个众生都可能成佛。那所以呢，佛法其实就是要慢慢的引导你，不是强硬的灌输你任何概念，而是要引导把你内在的潜在的佛性带出来。那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所以仁波切在这里讲的当然我是多扯远了。他说仁波切说法的人呢，首先他必须有传承，他所接受的法必须有一个传承和背景，而且他本身有传承和背景，那他本身呢也要完整的能够明白清楚的明白了解整个内容，而且实修。所以一个说法的老师呢，其实他必须具备最少的这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来源必须是清净的，那第二个他自己本身呢是必须非常明白的，去消化了明白的。接下去呢，他还要去实践过，用身体自己本身去实践去体会了，那他才能够去教授这个法。那为什么需要来源清净呢？其实因为我们来源清净的意思，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些法是来自佛陀的，那我们也知道佛陀已经证悟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教诲是有效的。那从佛陀到他的弟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每一个都是听了，就是比如说我从甲到乙，那甲是修了法成佛了，那乙呢也从甲这里学习了这个佛法，然后也实修了，也成佛了。从乙到丁丙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子一代一代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其实首先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方式，你可以印证，你可以检验这个效果，这肯定是可行的。那没有接受污染的，所以我们比较清净的传承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法从谁到谁身上，而不是随便来一个阿猫阿狗，完全不实修，那只是可能动机也不纯正，可能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去宣扬佛法。当然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其实很多人有些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去说法的。他说法其实是打这个慈悲的旗帜，那到最后其实可能需要人家就是供养金钱啊，供养其他东西给他。所以这种就叫不清净。所以我们必须去检查这个传承的来源是清净的。那这个上师必须从一个清净的传承得到这个清净的一个教诲。他本身确保这个来源和教诲也是清净过后呢，他自己本身必须去学习它，去明白它，去读它。
那不断去思考、去冥想、去禅修和闭关，那去搞清楚前后去把所有的内容都搞清楚过后，他自己本身还要不断的去实修。那比如说我们讲慈悲，我们明白慈悲怎么回事，但是你不实践的话，你怎么知道去实践慈悲的难处在什么地方？那所以这些上师其实都必须去实践、去看到，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些法就传授给弟子。那仁波切说呢，他其实并不符合这个条件，当然他们都很慈悲，这些上师很慈悲的上师，对他们来说呢，只要你一天还不成佛，那就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那即使是他们即使是已经成佛了，他们也会是谦虚的。那你怎么可能就怎么说呢？你要别人谦虚，你怎么可能这本身却是非常自大呢？所以这些上师，尤其是在格鲁传承是非常强调谦卑和谦虚的。虽然仁波切说他本身他很谦虚的说，他本身不具备这个资格，但是他会努力的去表现到仿佛自己很具备这个资格似的。他说当然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开玩笑的方式。他说那大家也跟随这个样子，也就当成是这样子来听法。那他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传承，然后我们要实践。那这个动机呢，说法和听法的动机和方法呢，那就必须是整个方向必须是要得到证悟。所以这方向和动机就是希望能够最终我们都能够得到证悟。所以这是从上师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接下去是从学生的弟子的角度。From the side of the students, one should be free from the three faults as explained in the Lamrim, symbolized by the three cups, the first cup having hole, the second cup having dirt and defilements inside, the third cup being turned upside down. 那这样从学生的角度，其实上师必须具备的，刚才讲过了。那学生呢，其实就比较简单一些。首先呢，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嘛，甚至连动机都不懂得设。那首先，那既然你什么都不懂的话，那你首先最基本的，你必须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必须拥有这样子的一种接受能力。那这样子的接受能力有三个大点，这里就说到，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远离这三个听法的一种算是一种错误啊。这个叫在菩提道次第在掌中解脱里面呢，在讲这叫断除伪缘气之三果，违背的违，缘分的缘，伪缘气之三果。这个三过指的是什么呢？这三过指的就是第一个就好像是有洞的，他这里讲的是有洞的杯子，有洞的杯子是器皿底部有漏孔之过，这个是在掌中解脱里这么写的。第二个呢是有污垢的肮脏的杯子，那个叫做器皿有污垢之过。那第三个呢是反过来的杯子，是器皿倒覆之过。那接下去就会跟大家比较具体的解释这三个器皿到底怎么回事。那就是讲我们普通的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三个杯子或三个碗吧。Dharma is very holy. I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It is not entertainment. It is not something to be done when we are happy. It is not to be done when we have time. It is not to be done only when we are in good mood. Dharma is something to be practiced 24 hours a day, constantly, vigilantly. Then you will get results. 仁波切就说，佛法是非常非常神圣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并不是娱乐，也不是那些我们高兴时才做，不高兴就不做的事情，也不是说那些有时间才做，没时间就不做的事情，也不是也不是我们有这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脾气心情好的时候才做的事情。那其实佛法呢是一个要每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那一年12个月，那每一天，一年365天，每天都要去贯彻去实践的
一件事。那必须这个样子，那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结果。那可能这个东西大家觉得怎么这么辛苦？其实不是，其实这是一种，比如说你是一个，比如说很简单，佛法叫我们不说谎，那你不可能说你心情好的时候才不说谎，那心情不好就不说谎。那这样子的话，那何来这个成果？那也不可能说你可能习惯说谎，所以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的时候就开始说谎。那你有时间慢慢去斟酌你的台词的时候，你有时间去面对这种辛苦的时候，你才不说谎。其实这说不过去。其实不说谎就不说谎，不管你是有时间没时间，你心情怎么样，不说谎就是不说谎。这是一个每天都要去贯彻去实践的。就比如说结婚的夫妻，那说不答应了对方不出轨，那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对我的丈夫或者妻子好，我今天才不出轨，那我明天可能跟他吵架了我就出轨，那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那佛法也是一样的，一旦你开始要去拿起来你要去实践的话，那其实就是1年365天，那天天都如此，每时每刻都一样，都要去实践的。那当然它听起来我们听365天可能觉得是很难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概念。就比如说叫我们不杀人，1年365天，那很难吗？那其实一点都不难，那只是因为我们从小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能的，不可以去做的，那很自然的。所以佛法就是同样的，就是它就让我们去意识到哪些东西该做，哪些东西不该做。那所谓的该做不该做呢，那其实都是很灵活的。它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过后，它会带来后果，那以后你还要去面对这些后果。那从一开始就不做的话，那你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样子的后果，这是因果的一个定律。那所以这个你跟你心情没有关系，你做了一次，你就是必须承受那个后果。比如说你心情不好，你打了人了，那你必须承受这个后果啊。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底下都是这个样子。那你不打，那你就不需要承受这个后果。那讲的是这一个东西，所以佛法呢是一个24小时都要去贯彻的。So we should be free of the first fault, which is a cup having holes, which is not retaining, contemplating, thinking about, practicing the Dharma through a period of time. If we practice the Dharma through a period of time, there will be result. Absolutely, there will be result. And there is living proof of many people who have result. 那说我们首先呢就应该要避免第一个过错。那第一个过错呢讲的就是有漏的有孔的杯子。那有孔的杯子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象一下，一个杯子如果有孔的话，那会怎么回事？那你所倒进的所有的水，它都会漏出来。那所以呢，你没有，如果是你听法，你以一种这样子的方式来听法的话，就等于说所有听进来的法呢，你都没有办法去记得，那你没有办法去冥想它，没有去思考，没有办法去思考它，那更加没有办法去实践它。那如果说你不是一个有漏的杯子，假设你杯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杯子，如果是无漏的话呢，那你就能够记得那时候所学过的内容。那记得所学过的内容之后呢，你才能够去回顾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思考、去冥想、去了解、然后再去实践，去实践了才不断的重复去做，那才会有体悟，那才会有结果。那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而且这件事情呢，已经这么几千来2000多年来，已经有许多人都已经证实了，这个结果是必然的。那这个是第一个讲的是有漏的杯子。那第二个内容呢是 We should be free of the second fault, which is a cup that is contaminated. So that means that receiving the Dharma should be received with a completely positive and good motivation. And the motivation is, on the lower scope, to be free from the 3 lower realms.
on the medium scope, to be free from the lower realms and to have compassion for others. And on the higher scope, you wish to receive Dharma solely for the sake of others, that you may become a fully enlightened Buddha to benefit others. Although all of the three scopes makes you qualified to receive the Dharma, we will naturally develop the higher scope. That will be the most beneficial. Any other motivation, I'll attend a Dharma class to receive methods to gain wealth, merit, so I can change my luck and become rich, meet a girlfriend, would be like a cup with defilements. When you pour something good into it, it is still unusable. 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最危险的。我是觉得，它第二个杯子讲的是污染的、有污垢的杯子。那有污垢的杯子有什么问题呢？他说，那其实这个杯子它可能它是完整的，它并不是有漏洞的，但是它是有污垢的。那你想象，就是我们从一个很形象化画面的角度来想象，那比如说你想要喝一杯清水，一杯干净的水，那你杯子里面原本有残留的咖啡的话，那你把清水倒入这个杯子里，那会是什么情况？那你的清水就不再是清水了，那清水呢，也不再是咖啡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有带一点咖啡味的清水，那就不再是清水。那我们要喝的清水，那你倒入一个干净、一个肮脏的一个杯子的话，那就不再是清水了。那比如说杯子里面有油的话，也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你把清水倒入有油染的油的杯子，那你的水表面上就会浮起一层油，那也是没办法喝的。那所有东西，而且它进来过后，它已经不再纯了，那倒出去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清水了。那所以这种呢，这种是怎么说呢？这种就是染污的杯子，就是有污垢的杯子。那什么叫没有染污的杯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所以这样子的污染，我们讲的更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以一个不纯正的动机来听法。那什么叫纯正的动机？不纯正的动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犯上了，因为我们并不是怎么说，我们并不是从小就接受佛法教育的。那我们从小其实都在说婆理，我们都在怎么说呢？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大部分都是没有真正接受佛法的熏陶的，所以我们都有很多习以为常的，所谓的娑婆世界的一些陋习。比如说，我们会认为金钱很重要，我们认为爱情很重要，我们认为就是得到名誉和地位很重要，我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听法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他来参加佛法班，就是上课的话，他会认为我来这里，我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来听法。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这个部分是好的。那与此同时，其实我这个地方它有很多这个佛教中心它有很多有钱人，那我可以在这里建立我的人脉。那当这样子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那你听法的动机其实已经不再纯正了。那比如说有些人说这个佛法中心，但事实上也发生过不少。这个佛教中心有很多美女，那我去那里，我可以顺便找到我人生的另一半。那这也是一个污染的一个动机，因为它将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整的干净的去接受这个佛法内容。那有些人呢，他是希望说他还是以一个就是那种拜世间神那种方式来听法，他以为有些人告诉他听法有很大的功德他就想好，那既然去拜拜的话，去烧香的话有功德，听法有更大的功德，那我就去听法。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拜拜和烧个香能够让我能够好运的话，那我去听法，可能我的运会更好。那以这样子的这种动机来听法呢，那也是错的，那也是一种污染的。所以所谓的不污染的杯子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动机首先是非常纯正的。那这当然这里讲的动机纯正，其实相当它是一个相当细微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时每一刻，基于我们本身的一个恶习，我们很容易有一些
不纯正的动机，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有邪见。那再更深入一点，我们讲到上师的话，可能我们对上师会有不相信的地方，那我们没有办法对上师保持静观，在听法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听法的一个过程，也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染污的杯子。那所以这些种种的，就是在过程中，随着我们学习的越多，我们就能够越把自己的动机设得更为干净。那最基本的动机呢，首先就是在菩提道次第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学佛有几个发心的几个动机，有分成上是三四道的动机。那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下四道的动机。那下四道讲的是什么呢？下四道这三四道差别在哪里？有下四道、中四道和三四道和上四道。那下四道呢？所谓下四道呢，就是你学佛你所做的一切呢，你是希望自己能够免于在就是堕入三恶趣。那所谓的三恶趣，我们说过轮回有六道嘛，对不对？那三恶趣呢，讲的就是下三道。下三道讲的就是恶鬼道、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所以最低的动机、最低的发心呢，就是下四道的动机。那下四道的动机呢，就是我们不想投身在这三个恶趣里。那这是下四道的动机。那这里中四道的动机呢是什么呢？中四道的动机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本身不投身在三恶趣，同时呢也对他人拥有慈悲心。那这是更高阶一些，就是说本身不希望这样子，那也希望其他人也不要这样子。那至于上四道呢，上四道是最崇高的。我们学佛的目的呢，完全的纯粹的是为了他人。那你希望为了他人，希望能够为了解救众生免于这个轮回之苦，所以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佛。那这是上四道的动机，这是完完全全的为了他人而去这么做的，也就是说这已经是有了慈悲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学佛呢要有三个，基本上呢不同的人在根据不同的阶段，其实这三个动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刚开始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下四道的动机。那逐渐在过程中，我们体会的更多，我们更了解众生的苦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众生产生悲悯之心。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有了中四道的动机。那到最后呢，其实你已经已经完全不在乎自己本身是不是在受苦，你一心一意只希望自己能够去救其他人。那当你拥有这样子的一种动机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有了成佛的一个动机，那就是一个菩提心了。那这是已经到了上四道的阶段。所以这三四道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并不是说你这辈子就是属于下四道的，或者是下一辈子你才可能上四道。那不是的，它其实它在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呢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就看你本身对整件事情，或者是你过去有多少印记，那你今生再怎么样去把它显现出来，或者是你本身是你的体悟怎么样，你的人生经历也许，或者是你本身精进的话，那你可能很短时间之内就从下四道变成上四道，那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无论如何呢，这学佛的动机就包括这三四道。那如果说有些人说那这些全部都讲到了轮回，那如果我完全不相信轮回的话，那我是哪一个？我到底属于哪一个？那如果说完全不相信轮回的话，那简单来说，基本上你就完全不相信佛教，那你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徒。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教徒的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相信轮回。因为相信轮回你才相信因果。如果我们不相信轮回，不相信因果的话呢，其实很多人就很单纯的，你想象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对我们下一辈子有影响的话，那很多人很自然的就会尽可能的去为这一辈子的眼前所看到的好处去努力。那眼前所看到的是很活生生的，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我必须要有更多的金钱，我必须有更多的名誉地位，这样子我的人生才会好过。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就是有些人觉得我就做人老实一些啦，诚恳一些啦，
对别人好一些啦，这样子这个世界会更美好。那当然也那其实那是很好的，并不是说没有，但是大部分的人如果说告诉他只有人生只有那么一回的话，那大部分人其实都会拼命的抓，拼命的把自己的贪心展露无遗。那就已经等于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因果的一个考量了。所以如果当你不去考量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基本上就不算是佛教徒。所以佛教徒最基本的条件基本上就是你必须是相信轮回的。相信了轮回了，我们才有可能谈及这个三世道。那三世道才分成下世道、中世道和上世道。这个是中世道，就是我们学佛的动机。The third one is a cup that is upside down, to sit in the Dhamma talk without an open mind, with your ears closed, falling asleep, bored or not wanting to accept, and just sitting there like a social event, and then whatever said is said, whatever is not said is not said. It's like a cup that upside down. Whatever you pour into the cup, naturally it cannot retain. So we should be free of the three faults as symbolized by the three cups. That is very important. 那讲第三个是更糟糕，那个是倒覆的杯子。那倒覆的杯子你可以想象，我们想象的知道，那如果你把水倒进一个倒覆的杯子的话怎么办？那基本上所有的水是一滴都不留的。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开始以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的想法和思想去听法的话，那耳朵是关上的，那你其实可能在听法的过程是不断的打瞌睡的。你不想接受的，或者是不断就是一直什么任何东西每听一句立刻就来反驳的。那有这种人，那有些人是陪太子读书的，他是跟着可能他到佛教中心啊，他纯然就是想要去见某一个人啊，纯然可能就是他看中了哪一个帅哥美女啊，他就想到那个地方去，只是为了去亲近那一个人。那对他来讲，这个听法的过程其实都是非常沉闷的，是什么都听不进去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就是一无所得了。那我们不应该以一个这样子的动机来听法。所以呢，听法呢必须免于这三种最基本的三个动机。第一个就是有漏的杯子，第二个呢就是污染的杯子，第三个呢就是倒覆的杯子。那仁波切就在讲这个慈悲战胜一切之前呢，他就先跟大家介绍了关于佛法是什么，介绍了他所要谈论的内容，介绍了一个上师应该有的具备的条件，基本的条件，以及一个学生该如何听法。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的是这样子的内容。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的介绍呢，今天的介绍到这里结束。那我们结束之前呢，先大家来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以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止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三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祈请恒常住。那我们这期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